我個人自大，毒品調查科。我有個女，單親，有病。雙手人嘅嘢。出邊咩環境？咩環境啊？傷咁多人，醫院嗰邊邊夠床位啊？血庫啊大煙鑊啦！呢個喺邊嘅？廣和。記得講，我申請咗調職，俾人搞，自願嘅。出邊而家咁亂，早就早住。調去邊啊？聖誕啦，收水塘，大把時間釣魚。批貨出咗之後接俾我。不過，如果我收唔到，我會翻嚟揾你。佢就快唔得啦，仲有幾耐到啊？各位，醫院而家救緊人，暫時唔開放採訪，但係可以同大家講，醫院而家入邊一切正常。
喂，先生呢度唔食得煙㗎嚇，手術床嗰邊啦。唔好意思，嚇親你，好快會冇事，係咪可以洗埋出嚟？係私人度。生嘅細仔而家喺15樓。根據青山醫院喺半個鐘頭前俾我哋嘅資料，麥俊賢過去總共有8次嘅求診記錄，年半前更加需要服食強力嘅抗抑鬱同精神科藥物。你知唔知情？我知，但係你就冇考慮過抽起呢個精神好明顯有問題嘅警員。我有，但係基於麥俊賢呢幾年建立嘅關係網，我冇可能喺短時間之內唔維持佢嘅身份。醫院爆炸，控制唔到個臥底，黃捷達一個，銅鑼灣槍擊案情報科收唔到風，梁永全2個。如果警隊今晚俾麥俊賢嘅身份曝咗光，公共關係科李添3個。如果天地3個人一齊落台，有問題嘅會唔會就係請佢哋嗰個？阿貴，富全28歲，有一個老婆，有個仔。黃永明3。相信樓下班傳媒係好有興趣聽下呢段錄音。今晚我哋嘅身份係受害者。今晚如果喬賢將呢段錄音掟出街，未到天光，警方就會被逼公佈李柏山先生之所以要入院，係因為涉嫌運毒而被秘密糾察。而家警察哪吒度要用呢啲資料嚟揞住人哋個口啊！真係遺憾，今晚呢宗意外波及到你家。你哋靠住我爸爸喺醫院，而家我爸爸又喺醫院，俾個警察炸死。你可以俾到乜嘢交代我？政府孭鑊，我嘅工作就係出嚟報。但係集團主席涉嫌運毒呢個消息，如果一旦公開咗，只會係喬賢受到直接嘅打擊。我諗個股價會頂唔住。既然而家有機會俾你可以洗牌嚟過，你講到我好似冇得揀。你有得揀，不過與其揀個啱嘅，不如揀個有利嘅。我可以暫時唔公佈嗰段錄音，不過我有個條件，諗到即話你知。阿頭翻咗嚟。
檢後續。將陸主任屋企查多次。斬頭翻嚟幫手嘅啫，嗰兩個槍手有乜可能真係關華興事啊？你哋喬賢求其俾少兩轉火嗰啲山，班老嘢都跪晒喺度啦。應該係有人想轉移視線，令李發山嘅死睇上去好似係意外。邊個想咁做？張手之槍同麥俊賢嘅炸藥喺邊度嚟？我都想知。最好你幫咗查下。好啊。聽日臨尾批貨度，我哋改再輻射佢教授，要保證嗰度冇呢個夥計。收到，貴叔。再聯。你都幾搞笑，夜媽媽出嚟飲水，你床頭唔係有水？你點會帶住個打火機起身，仲帶住嚟分？睇貨聽日到，碼頭結咗冰，轉去輻射區交收。收到風，文地會揾啲惡狗嚟搶，叫晒全部清潔工準備。